首先第一个讲的是这个士，也就是说布施。布施呢，实际上是在座的知道，就是一种给予，就是慷慨的一种给予。那么布施当中呢，它分为这个法布施、财布施，还有呢无为布施，就是分这3种。那什么是法布施呢？实际上这个佛教的教典里面所讲到的这些道理，就传讲给别人甚至我们实践当中的任何一个教育知识，自己拥有的这些知识呢，我们传输给别人的话，这叫做是法布施。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知识分子全都是应该法布施的拥有者，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些真理，我们自己的这些拥有的慈悲智慧的理念，如果我们没有传递给下一代的话，可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也不一定很有意义的。那什么是财布施呢？自己拥有的就是财产无有吝啬的条件和情况下呢，然后就尽量的给予他人。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包括就是自己的身体布施财务布施当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这种境界。佛教的最高层次的时候呢，连自己的身体给别人的话呢，就是自己丝毫的这种吝啬之心都没有。但确实也是我们现在有这种摄心。就是你要财富给别人的话，有一定的困难。那这个是叫做是财布施。其实财布施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各个国家各个企业，他们有一些人是拥有许许多多的财富，可是我们旁边有许多的老百姓也好，贫穷的人特别穷苦的人，可是富得太富裕了，穷得太穷了。那么我们有富裕的这些人呢，我们对这些贫穷的人为什么是不给予有时候想，我们听说现在这个在非洲这边呢，就是有许多的这种连基本上没办法生活保障的，就是有几百万人刚刚我前2天去柬埔寨的一个难民处孤儿院。那确实是，我想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吃穿都非常的富有，但没有看到旁边的这些可怜的人，人确实有时候非常自私。拥有财富的人太多了，吃不完穿不完，每天都是花天酒地。但我们身边还有特别贫寒的很多人，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这些可怜的人就给予一部分就很需要的，但是这个很多人来讲可能没有的。然后还有一个叫无为布施。那这个无为布施呢，我们要去保护别人的生命，人也好，动物也好，这个是非常关键现在有些人不懂得生命价值的人呢，他肆无忌惮的说一些，当然说他们的这是如果你想说的是谁都可以自由发言，就是顺便讲。但是他们如果站在动物的角度，如果自己变成动物的时候呢，那这个生命的价值确实也是不得不考虑的事情。因此呢，谁践踏其他众生的生命的话呢，说明就是这个人的道德品德呢有所折扣说实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事件当中，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的宝贵。那同样的，所有的动物也好，所有的凡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生命都有如此的价值。可是呢，我们有些人呢，在如今这个社会当中呢，不但就是不去放生，甚至有些人放生的话，还有各种言论的话呢，当然这也是如果用智慧来观察的时候呢，我想世界任何一个就是学者也好，就是保护动物组织有知识的人，有背信的人呢，就是会明知他的所有的这些情况。因此我们在座的各位就是在你所能及的情况下呢，无论是精神上的财富也好，物质上的财富也好，我们赐予的这种生命的安慰呢，我们在我们身边拥有的时候，哪怕是1年当中1-2次，1个月当中1-2次，1天当中呢，这是一个发心的话呢，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这样一来，我们的生活呢也会变得越来越有意义的。